伫电梯内底相亲，电梯内底被他壁咚，讲台语，完全讲台语。讲台语好，好啊。你们讲主语吧？到底一、两、三，生三个囡仔，生三个囡仔，这嘛算啦。了不起的好无？伫电梯内底相亲，我嘛是想这，只是讲我台语无啥好，我想讲迄个要安怎讲？电梯内底被他壁咚。惨嘛？5月8。8号是什么？你是搞相片的8号是什么？香蛋呢？菜。榴莲。这个5月8号这是安怎？是差不多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汉超赛体育江正凯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美莲。每礼拜1到拜3，伫咧下晡时5点半，伫咱公司台语台，请准时来收看。非常了不起！啊，若是时间袂拄好咧，你就会当被咱的台语微笑的 YouTube 收看哦。